IQ 題就係話電腦鍵盤上邊個掣最靚仔，當然就係 F4 啦。其實 F4 嘅外形都唔同咗好多㗎，吳建豪就由長髮變短髮，而呢個仔仔咧越嚟越似梁朝偉，至於另外兩位係少見啲啊。好多時候咧，啲男藝人咧年紀越大咧係會越 man 咧越有魅力㗎。不過朱孝天嘅變化咧都真係幾大啊，特別喺身形方面，呢個仔仔都有為佢講好説話。Oh bab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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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y baby baby 我絕不能失去你。台灣組合 F4 呢首經典歌曾經風靡萬千少女，不過自從 F4 解體後就好少機會見到佢哋聚頭。近日難得兩位成員周渝民同朱孝天喺北京電影節碰面，當然要聚一聚舊啦。佢哋仲影相留念放喺社交網站，點知照片一出，即時引嚟唔少網民討論朱孝天嘅身影，話佢變咗朱孝天 Plus 啊！呢日仔仔同王珞丹、導演彭順喺北京出席電影活動，就為好兄弟平反啦。就應該是他自己活得比較開心，就是他覺得什麼樣對他而言是最好的，這是最重要的。市場上老是充滿一些大家覺得追捧好像瘦才是王道，這種我不是特別喜歡，我說真的。話晒都咁耐冇見，第一眼唔認得都好正常嘅。嗱，唔係話仔仔唔認得發咗福嘅朱孝天，而係朱孝天認錯咗仔仔做梁朝偉啊。應該是玩笑話，我自己認為呢。你覺得跟梁朝偉有沒有相似的地方？沒有。這麼謙虛嗎？我攀梁朝偉幹嘛？太高攀了吧。講真，仔仔又使乜咁謙虛喎？話晒佢都係公認嘅帥哥嘛，其實望多兩眼又真係有幾分相似嘅。